闪播一下哦，等一下有事情要出去一下。各位朋友，5分钟公开分享，来沙巴，来370啊！5分钟分享，今天怎么讲话了？林北不是哑巴，好不好？来400人，来420，来450，最后的时间3分钟多，公开分享一下。来444人，来各位线上朋友，留言数刷太快啊！如果没有看到的话，跟你们说声抱歉。再来，如果你要点菜，自己打电话进来或者私讯粉专点菜，听得懂意思吗？你在线上一直打老板我要什么，我要什么，完全看不到。我留言次数10秒20几次，我根本看不到。哦，跟你们说声抱歉。来500啊！最后2分钟多，公开分享一下。来600，650啊！最后1分钟多，有听我的，全部公开分享。来700，最后时间有没有办法1000人先给我？来720，最后30秒，来730，来740啊，来742啊，来770啊！来，时间到了，感谢有790位朋友，好不好？来800了，来各位，记得森林国际网红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，好不好？来第一标，相信我的10万块打+1，相信我的10万块打+1，赶快第一个客人有要卖东西哦，相信我的10万打+1，赶快第一个客人来，相信我的取第一位客人，以我手机抓到为主，10万打+1，相信我的朋友10万打+1，目前没有人相信我。啊好，你死啊你！来高进再打再10万+1也要卖哦！你死啊你高进，高进你死定了！我说相信我的10万+1也要卖东西，你死啊你！来高进10万得标，自己去结单哦，不用钱。高进不用钱，钥匙圈送给你哦，我不介绍太多，来直接送给你就好。来，高进哥截图私讯粉丝团，留下基本资料、电话、姓名、地址就好了。来，高进大哥截图私讯粉专，来5秒、4秒、3、2、1，来恭喜高进哥10万得标哦，不用运费哦，运费我付，好不好？来爽打爽哦，不用运费，好不好？本台送东西不用运费哦，本台送东西不用运费，运费我付得起，好不好？来自己去接单哦，高进。来新出来的黑熊，要几罐自己加。来黑熊，这个是30ml的，30ml的。来只够我来马斯曲诺的黑熊，来要几瓶加几瓶，1分钟时间，有加到的感谢，没有加到的我也没办法，好不好？限量10瓶，980要的打击，980。马斯曲诺的黑熊最新版的哦。980掉，要的打+1，980，980啊！买到上好的开下出门做工会，外面市售价1瓶30ml的要卖你2000多块，你今天在天风小弟的台买到980，真的让你买到赚到，那没错，980要的+1，运费80哦，可以自取哦，3000免运。来1分钟，980要的+1，保证正公司货，+1赔100，哦，买到1只假的，我赔你100倍啊，好不好？980，外面买得到980，给你8包，来980块，要的赶快截图私讯就好了。980，980，加起来，加起来，很主席，免个考虑啊喂，30ml的，30ml的啊，最新版的啊。外面买得到980，你回来跟我讲哦，我叫你阿爸，各位，来哦，4、3、2、1，来结单，980，你们还在看还不会跟买，我没办法了，来把大强封锁掉了，他那么爱那个爱红，于大强给封锁了啊，大刚起来不是的，无爱买物件哦，爽了，跟你要一直打字一直刷，不要刷存在感哦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这支叫做宾士王者之心男性淡香水100ml的哦，有条码哦，有条码，保证专柜，保证专柜货
哦，100ml 的，来零元起标，一刀100，有档的加油。哦，我再讲一次，它是宾士完整男性淡香水，哦，它是香水，好不好？100ml大墨数的，来零元起标，几刀100，自己加油啊，自己加油啊！啊，我知道有些人昨天说要香水啦，哦，就出香水。哦，这一档先出一些精品类好不好？这一档卖精品，分开卖啦，好不好？一刀100，有档的，买低的花了去，市售价3680了，自己来1分钟30秒，来，目前100罐，我每日100，你给我拖在便所拍，来经典歌。经典歌，来，我展进一下给你们看好了。来，经典歌自己看清楚哦，因为我不太认识字啊，你们稍微自己看一下哦。这保证公司货，假一赔百哦，有没有？哦，宾士的100ml的大墨数哦，再来下面有条码哦，宾士完整知心男性淡香水哦，保证正公司货。哦，假一赔百，大墨数的哦，大墨数的好不好？大墨数的，来喜欢的赶快出价了。来，目前多少？来，子豪500开车，来500没有卖哦，喜欢自己大步哦，喜欢自己大步去玩哦。来，目前500没有卖哦，冷静哦。来，目前500，来目前800买不到，8包买袂到，介意的朋友大步，我卖你8包，你当8块啦，好袂？本钱都不止800了啦！来，这个不要摆的，好不好？来，目前800。经典哥，你有喜欢的话，你大步。来，目前 A 大600慢了，火车贵啊，卖个分皮啊，金嘛。来，900。男人的梦想都要一只嘛，对不对？来900，对啊，我等你起来啊，3波一个也好啊，无差。啊，你一下讲要去，一下讲无爱去，我知影你。你昨甲我讲无想要去。不要紧啊，开一个也嘛好。我们3波啊，3波哦，等一下有事情要忙哦。我的梦想是当老板，可以啊？为什么？来啊，900一样没有卖啊，最后30秒了，行行看来，一刀100块有档啊。来，最后30秒，一刀100，自己加油哦。3波一下哦，等一下有事情要出去一下。来，目前1000没有卖啊，装贵货嘞。来，这一支差一点点而已啊。无卖啊，1000嘛无卖嘛。对啊，我知啊，水果安尼会使啊，会使哇，安尼。要出门吗？好啦，我们准备要出门了，老板起床了，有事情哦。我们晚一点会再开啦，记得按照设定追踪抢先看，好不好？刚才那个黑色的香水，你们要自己私讯哦。来，记得按赞追踪抢先看。1000也没有卖啊，我就说没有卖了，1200还是有差哦，1200还是有差啊。如果1200你要的话，你最大步预算多少？好，我只问你啊，好，你有预算你自己私讯，1200是不可能的，好，我先这样跟你讲。来，记得按赞追踪抢先看。